你看这商家呀，多黑心啊！这还是双汇的，买的牌子的呢，在这火腿肠里面怎么会就吃出鸡毛了？你们瞅瞅啊，这果汁儿啊，饮料啊，就别喝了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迷片全网火爆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SSZ867 SSZ867，关注后免费进群。